即台中华伊姆米是汤来的车，即摆一定拢完工啊，等下要来测车。即摆200系统的液晶仪表是上新的，字介大字，看起来会加较清楚。等下有即台实测的影片会用看，会用看伊的性能的表现是安怎，来互恁做一个参考。现在又加上乔登 V200动力系统的性能，基本上在路上会更亮眼。小一200系统的设定，表速是差不多到65，起步加速拢比原厂好足济。等下你会使看。包括爬行，虽然我的体重差不多目前差不多90公斤，毋过骑起来加速嘛袂到偌差，所以伫个一般的市区使用的话，应该是介舒适的。遮侪年来，小一先进200系统的车主，对目前设定的性能，拢感觉会使。伫个使用上，一定比原始的原装车好足济啊。等下要做一个起步加速的性能记录。虽然高雄乔登我体重有点仔重，差不多90公斤，毋过走起来袂到偌差。我先找一个所在翕一个相的，通写部落格的时阵会使使用。先刷，互大家看一下升级过小一200系统，伊伫个外形有啥物无共。如果无来讲，基本上大部分的人无度去知影讲，即台车一定有升级乔登的200系统的动力系统。即台小一做成2018年的款式，乌的红的配起来，佫介显目，嘛袂歹看。即摆佫加上乔登200系统的动力系统，伫个路的无意外，会佫较显目。好，即摆来要做起步加速，来互大家看卖啊乔登200系统的性能的表现是安怎。虽然高雄乔登我的体重无轻，毋过速度嘛无变足慢，加速嘛袂变足慢。以200系统的即个速度甲即个加速，伫一般咱咧使用，就拢有够用。即台有做电力回充，如果你也好好运用的话，伫你的电池的续航力会有较好的表现。实际上的操作会使参考我部落格写的文章，有一个操作模式去了解，来去运用。
甲传统食汽油的奥多麦停红灯的时阵，你一定会发现电动车就是遮尔静，无食汽油奥多麦的烟筒讲的声，嘛无伊引擎的震动的声。